從事件越來，無論係高人度，也係高人案，美國衝突發生重擊案，讓你們趕住重案，美國消費操作鬼團。今日同大家講到關心係做乜嘅美國點解錯？2018年2月14日下晝2點40分，一個19世紀後生時來的行入嚟啲佛羅里達州嘅托格拉斯高中，佢拿定一支長槍，喺學校地背亂殺了6分鐘，造成17個人死亡。這個事件係美國按多年最嚴重嘅學校衝擊案，全美國後生人都當天佢哋決定要企出來，發動咧為危一條嘅生命來行嘅百萬人大遊行，要求政府要限更嚴條來管理槍嘅問題。接下來就聽聽西澳嘅向下來談看下咧，了解美國槍嘅問題哦。保護。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楊義奎，歡迎收看呢個禮拜新聞事件部。新聞大家小解，到咗現場嘅世界裏邊，其實我做數片當叫冇看到係笑笑。大家好，好來，第二位，大家好，第三位個老師進駐。大家好，準備我哋小解嘅阿德。大家好，來歡迎世界。有禮拜你看到嘅主題加面前呢個小解咧係高人衝擊，所以先同大家前進美國。從台灣出發，呢個太平洋，你來到美國，高人衝擊，我看乜嘅？先從相片開始，看到什麼？鞋子，很多人。好了，我們看到鞋子，看到很多人，看清楚了。右牆 New Stock 主題。也係奶喏，用蠻奶嘅鞋喏。第一，衝擊案現場；第二，政府陳列場；第三，民眾抗議場。好，我們先出示答案。我們來看看你的同伴們，有一個人，然後大家冇同樣。這棟大樓感覺好像不像學校。感覺很像那個政府機關的那個政府機關大樓，長得很像白宮。確實是白色的，但我可以告訴你，它不是白宮。我喜歡你的分析跟觀察的角度。我覺得看起來像學校哎，我覺得不太可能是2。因為我覺得如果要把證物陳列，不會就是找一片草地，然後叫你把所有鞋子放在那邊，這樣就是非常的詭異。其實我也是1跟3在做選擇啊，只是。可是現在想一想，我覺得3反而比較有一點點可能性，因為民眾抗議的話，抗議不一定是一定要上街頭去遊行抗議，也有可能是陳列東西在那邊靜坐，有可能靜坐抗議那些就是比較靜態，對，比較靜態的。來，所以你原本會舉多少？我原本不知道要舉多少。唐吉的講完厲害，有冇個想法嗎？我覺得是3吧。是3嗎？來，我們講秀秀出示答案。結果秀秀選的是3，民眾抗議場。解答是。來，把牌子收起來，旗開得勝。剛才大家在想，我特別問小珍珠，抗議一定要嘶聲吶喊，一定要頭綁布條嗎？我們先從照片開始看起。有一樣呢，係美國的政府機關，它不是白宮，但它是美國的。跟法有關係，立法機關，美國的立法機關不會閂窗。你們猜有多少鞋子？5、6千吧，7000雙鞋子。我們看下一張照片，誰穿的鞋子？小孩子、小人、大人都有，各式各樣吧。這是在一個募集的活動的現場，那確實有一些是他們家裡曾經發生過槍擊，甚至有一些鞋子就是
因为枪击案不幸牺牲的小朋友的鞋子，他们把它送到现场来，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无声的抗议。有点心酸吧，就是说他们他们才刚出生没多久，然后连剩下的大半辈子还没过完，然后就被可能莫名其妙的枪击案就被杀死了，所以我觉得他们很可怜，对。那大家会好奇，就说美国的枪支问题有多严重？我们从一个表格来看起，平均每年敦密柜多少人死于枪支暴力2737。你们学校有几个人？1000多个吧。1000多个，你们学校几个人？也差不多1000多。1000多个，也就是说，美国一年因为枪支死亡的学生人数，每一个人的全校都还有的。我们来细看一下，在这2737人里面，有1600人以上是被谋杀的。然后第二个，枪是一个武器，它能杀人，一样能够自杀，所以将近1000人因枪而死亡是自杀的。然后其他我们看到另外一个黄色的数据，就是意外不小心发生的，或者是谁能解释执法射杀26人什么意思？你们知道吗？警察在那个执法时可能会开枪，那有可能是就是0到19岁那个人就是本人就是犯人，也有可能是民众被误打伤那样。今年2700那个人的成人呢因为从而死亡，大家会好奇，怎么美国人还能做得合法的卖虫儿，然後記者有歷史有關，因透過通法律了解。哦，唔看過荷蘭無天陽毛，唔敢有發現天陽島接着出現那條元素，煙油、公主，哇，強了！係講唔攞荷蘭無千川前嘅前1名天陽拿來看，你就會發現，大隻天陽島都會有一張元素，嘅就是蔥。不過喺現實生活度，蔥才帶來當多嚴重嘅社會問題。當年都會有差唔多13000嘅美國人，轟轟轟，死喺蔥嘅炮力之下。冇啲美國嘅人可能會有隻大門號，蔥安定人講，讓嘅美國人做得自由賣蔥咯。而了解一件事情，就會對美國嘅建國歷史講起事。17世紀，北美大陸係英國嘅殖民地。當到英國人坐船呢來到北美大陸，也是間見到樹紅嘅蔥，為用於兩隻地方，第一打獵，第二就做民族嘅原住民，嘣嘣嘣，飄飄飄飄，意思等蔥見到成功地北美大陸起採腳譜。到了18世紀，因為經濟嘅問題，也權啲民族弱勢嘅先民，冇想一個受到英國政府嘅統治，有蔥嘅兵民開嚟頭一衝，正式開始了8年嘅美國獨立戰爭。嘣嘣嘣，飄飄飄，美國先民贏了，美國正式獨立了。也過後，蔥喺美國人嘅心肝度。有了神聖嘅 TV， 佢代表了獨立、老自由。據說美國喺1791年修訂憲法嘅時節，就寫了20條文，激勵良好嘅兵民對一個自由國家嘅安全係天作愛嘅。據說人民做得有，留帶點武器嘅權利，做唔得侵犯。也紀念。係講發生了重大嘅衝擊案，美國就會分裂咗2片，一片太上險人按嚴條管理蔥，一片太上險人自由賣蔥係人民嘅權利。嘅安尼唔知道咧，蔥本來係保障了自由，也係帶來恐怖和死亡呢。咱看到根據美國憲法的第2修正案 The Second Amendment， 記錄良好的民兵群對於這自由國家安全係必要的，所以人民有武器的權利，這隻權利係做唔得侵犯的。所以大家會好奇問，到底美國有幾多蟲啊？來看第2隻題目。
美國民間嘅蔥綜合評分結果不一樣嘅咧。第一，13分到1支；第二，一隻家庭分到1支；第三，一隻學校分到1支。3位小猴，請出示答案。哎呦，啊厲害啊！大家答案都一樣啊！上一題的時候就是說，很多未成年的可能都會自己會有擁有到槍，雖然不知道是怎麼來，就覺得說民間就是真的非常多槍支。刚刚小珍珠都说嘛，未成年都可以拿到枪，就代表说，在美国其实枪支管理就是拿到枪支的管理方式其实有点松散，是说就是每个人很快就可以拿到1支枪，那每个人也不一定只有1支枪嘛。有些家庭是专门打猎，可能家里就放到可能2支，因为可能家庭一起出去打獵吧，2到3支一個家庭可能就有這麼多嘛。这样全部平分下來的話，我想應該真的是每個人都會有1支。到底係咩？日間因查過這個中啊，搶看解答。解答是，来，第2題哦，連對2題哦。我們從表格帶大家來看，究竟美國有多少槍？我們剛才跟大家講，美國有3億2千萬人，美國有多少槍3億5千萬。所以其實你們的答案，一人1支槍還算保守，一個人其實是超過1把槍。这些枪不是平均分配，因为3億2千萬人是指什麼人？你們知道嗎？平民，所有的人，0歲、嬰兒，可是不可能他們有槍，所以其實美國的槍大概集中在22%的人身上，也就是大概4個大人裡面有1個大人有槍，而且還擁有的槍怎麼樣？超過1把，才會有這麼多槍。恭喜第2題都出來。準備第3個題目 ，N 選手相片可以去看。你係哪位？賣槍的店。Gun Shop， 看清楚哦。第3個題目跟賣槍的店有關係。我們請 New Stock 出題。啲美國愛賣蔥，愛留點面真明白嘅咧。第一，我自己存錢；第二，我用蔥；第三，我下單呢。為什麼？因為從剛剛那個每年0到19歲小孩被殺的那邊，就可以看到自殺的人，他們擁有了槍，就是因為他們還沒成年嘛，就代表可能應該大部分都一可以去掉，因為大部分自己都應該沒辦法賺錢。那2跟3的話，如果那種0到19歲的小孩，應該差不多落在青少年那邊，那我覺得不會全部的人都使用槍支，可是會填寫表格這件事是一定的。或許為什麼會有900多人因槍自殺，不見得是有意的自殺，槍支走火之類的。對他可能就是不會使用槍支，在玩的時候就他卻拿到槍支。阿丹，中馬你下啥？其實我發現那後面那個店員他手上拿了1張紙。若是你選呢？你的答案是什麼？也是3啊。也是3啊。好，所以這一題又再度沒有異議，大家答案都一樣。那請小珍珠出示你的答案。很美上，N 就強 New Store 提上題記得錯啊唔錯。解答是3連勝。來，牌子收起來，究竟是不是真的光填表格就可以？我們一起來看。如果今天我們要在美國買槍，我們選擇的是佛羅里達州。相對來講，佛羅里達州佢係家賣槍的限制還冇按樣條的素材，因為看下到底經過哪條槍式。第一，成年了嗎？可是如果你未成年，未成年是不可能買槍的。那還有什麼條件？假設你成年了呢？第一，你是不是美國人？你有沒有公民權？是不是可以投票？那接着我們看第3關。假設你不是美國人，也沒有永久居留權，沒有綠卡。如果你有可以在美國住的簽證，同時有獵人執照的時候，你也可以買槍。好，我們經過3關了哈，年齡、身份。下一關我們看是什麼？很重要的，填表格。而且馬上 FBI 是什麼單位？誰知道？美國中情局。No， 那是 CIA。另外一個很常聽到的聯邦調查局。馬上在線上就會審核你的填的表格是否屬實，然後就知道你有沒有資格買槍。萬一他發現這個人前科，
你有犯罪记录，或者你曾经因为家暴被判刑，那万一这把枪拿去伤害你的家人怎么办？要不是你有毒品前科，也不能买枪。曾经接受过精神治疗的，他也会拒绝你买枪。假设没有问题，就做什么了？就可以买了。就可以买枪你。就带着你的枪了。你们觉得，如果你都符合，什么时候可以拿到枪？要多久时间现场吧。 10分钟就行。 ？10分钟。一开始我们看佛罗里达那个高中的枪击案，造成17人死亡。那个枪手19岁，他的枪就是通过这样的程序合法买到的。你们觉得这样的一个程序对于买枪来讲，算是简单还是复杂还是困难？很简简单，单真的简单很简单。你们有没有什么感觉，或是说你们对于这个程序有没有什么疑义？会去执行这种枪击案的人，他不管怎么说，精神方面应该多少会有些问题。那可能就是因为这个虽然会去查你有没有犯罪前科那些精神方面的问题，可是这不就是我觉得这还是没办法完全去除掉那些可能会有障碍的人。其实我觉得，这个岁数可以再拉高一点，20几岁吧，就是可以自行判断能力，自己有判断能力的时候再给。就是比如说，可能就是像柚子讲的，如果没有精神疾病的话，他可能也是因为一时崩溃之类的。他本来是个正常人，但是他后来是因为一些打击，所以才崩溃而已，所以才用那支枪来做犯罪行为。18跟比方你讲20岁好了，它有什么差别？为什么18岁的人比较容易崩溃，20岁的人就不会因为崩溃而拿枪去伤人？其实我觉得岁数至少要增加到25岁，因为18岁应该还在上大学吧。大一，对，然后有时候课业压力重，那个没办法去调试心情的话，他就有可能去拿枪去扫射抒发那个压力。就你们讲的岁数，我讲一个例子。前一阵子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在赌城美国的拉斯维加斯，也爆发一个很严重的，在高楼往下哦，对，扫那时候好射。像是演唱会是吗？你们知道那个枪手几岁吗？60几岁。所以年龄或许可以像你们讲的列入考量，他可以更独立判断，有更丰富的人生阅历，确实有强调，但光限制年龄可能还不够。那除了我们刚才看到资格问题之外，我们选项里面还有，比方说你是不是有能力、有经济能力买枪，我们就来看究竟在美国买枪要多少钱。你们看了哈，这个是 AR-15，是这个枪的型号，这一把应该是599，是不是？还有699。AR-15是什么呢？就是佛罗里达州我们刚才讲那个高中枪手造成17人死亡，他所使用的枪就是这一把。所以它每一把的价格不一样，但事实上你看非常的便宜。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对照的例子，你看美国发生这么多枪击案，每年这么多学生、这么多年轻人受害。事实上，美国不是世界上唯一枪支合法的国家。比方说，也门、中东的国家，或是欧洲一个国家永久的中立国瑞士，他们的枪支也是合法，但是在他们那里，枪支所拥有确实是权利，但是要符合或是能够具备这个权利性质的条件又不一样，实际运作的方式有哪一些？来看 Newstalk 的概算。我有问题，全世界抢美国做对买枪的，系冇 ？No no， 唔係哦。全世界有20個國家做得賣槍，不過都冇美國有按嚴重嘅槍嘅問題呢。做乜解其他國家嘅槍嘅問題較少呢？冇，嚟看瑞士，瑞士有槍嘅比例係世界第3名，不過槍擊案嘅比例卻比美國少很多。第一。瑞士嘅西來都會做兵，學樣嘅用槍，佢哋知道槍係保衛國家嘅武器，唔係啲保護國人，故所係唔會用槍來解決私人嘅問題哦。第二，瑞士買槍嘅規定咪係嚴條，殺傷力大嘅槍，聽說要有騎槍執照，才做得買得到。韓國負責法執照嘅警察局
没有严条嘅标准，唔會清清彩彩發俾民眾哦。不过买刀冲的过后，心里对社会有很多的不满，也可能会有乱开枪的一天啊。無偵查，故說另外一個重點就是隨時嘅社會風氣和快樂、平等，人與人之間合少嚴肅，自然衝擊案嘅比例就會比美國少當多了。来，准备最后一家题目。今天最后一题的这个美国人大家都认识，我们一起来看多大黑马莎。衝擊案嘅犯罪人，川普喺推特當中寫咗乜嘅？第一，做唔得個買蔥；第二，兇手係點呢？第三，美國社會不平咧。有一点点难度吗？还好，今天这位还好，还好。好了，两位说还好。小珍珠，你有答案了吗？嗯，请出示答案。智囊团的答案都很一致。他自己是一个总统嘛，他应该不太会说美国社会病了。这样的话，这样是不是就有点在反驳他自己没有去管好美我国带领的的社会？国家怎么可能生病？对呀、我觉得他不是一个会把这件错怪在美国社会病的这件事情上，他应该不会承认说自己管理的美国社会他病了，但是他也是一个美国公民，然后他应该也不会说不能再卖枪了，因为都说过美国人认为说拥有枪是一个天生的权利嘛，所以他应该都不会认为是这个，那他这可能就会认为说哦，这枪手是个疯子。川普是以一位总统的立场在发表。那总统的话，必须因为你说有一半的人是希望枪支控管严格，一半的人是希望就是继续就是自由买枪。那以一个政治人物的立场来讲，他应该不太会去得罪，他宁愿不要管，也不要去得罪一半社会的人。黑公你大会先嘛改？我会选2。哦，你原本就选2，你还理由黑嘛改？哦，因为川普他这个人本身讲话就是很直接，他讲话很直接，他不会扭扭捏捏的，看他这表情就说，枪手是一个疯子。所以你光看表情，哇，对，我们不但有这个政治分析家，有这个川普的好朋友，还有光从表情就能判断人家说什么的这个阿达。心理，因为他讲话就不像一个总统，他很直接，总统通常讲话不会那么直接。他是一个直白的总统。对，来，请出示答案。今天4个题目，校园枪击，小欧们答对了3题，最后一题黑妹全力答，用枪口改答。解答是，一起鼓掌一下。4题全部答对，这是他的 Twitter， 我们把重点画出来就好。他说那个 shooter 是 mentally disturbed， 他说他的心理有问题，可能有一些心理障碍。完整的意思是，很多迹象显示这个佛罗里达的枪手是个疯子，曾经因为不当的行为被退学。他还去找了说什么邻居、同学都说他问题很大。最后，川普身为美国的总统，他竟然讲说，如果遇到这样的案例，要记得呈报相关单位。然后讲说 again and again， 不厌其烦的呈报。还是觉得美国对枪支的管制可能有一点问题，或是有点松散。那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这些远在太平洋另一边的人，只是透过半小时不到的节目、一些数据跟几个新闻事件，我们都能做出这样的判断：美国的枪支管制有问题。身为美国的元首，或是身为那些在美国掌权的人，他们会不知道吗？一定都是知道的。他们一定知道啊。那如果这个问题危及这么多生命，危及这么多人的安危，侵害他们的财产，夺走他们最爱的人，为什么他们愿意让这个问题持续的存在？
这个就跟一开始不是有讲过他的建国理念，就是拿枪本来就是象征着自由，基本上就可以当做他们国家的代表了，你知道吗？所以就基本上把枪这件事情严格控管，可能就是会导致美国可能，我觉得可能又会分两派什么之类的，就导致整个社会很动荡，你知道吗？来，除了有的分析，从历史来看，人一点当然还是老坚持就惯。美国有一家美国最大协会，叫做来福村某些普通协会，都在记到从我干这两件事情，就商业到激情，就激情的连接，就像 News Talk。美国步枪协会，唐就伫迄只支持有创的嘅组织。保护创立美国普通协会，就是 NRA， 也是美国很有影响力嘅组织咯。以下嘅会员有500万啥，佢哋很重要嘅理念就是捍卫美国宪法宪意修正案，强调人民有自由买枪、用枪嘅权利。哦，莫怪，我伫新闻看到创的展览会，后背会有 NRA 参加态势。唔但將辦展覽，佢哋還會老同到沙吉俱樂部合作，愛使人從細就接觸槍，體驗沙吉嘅趣味。跟佢哋老川普又有乜嘅關係啊？保護，也就係佢哋親強大嘅地方啊！佢哋會提供政治人物簽到嘅選舉經費，美國簽到嘅總統，包含川普，啲選舉嘅時間都會得到佢哋簽到嘅資金呢。故所唔想看下咧，佢哋做嚟總統過後，關係衝當然就會特殊特腳了。哦，莫怪川普會講上訴係點呢？因為這樣就不會得罪 NRA 啦。不。恭喜4位，新一个月时候第一次有人4题全对，但是纵使满分了，今天还有加分题。我们看最后一张照片，看清楚每一张脸，看清楚每一张脸哦。这里面有一位就是佛州枪击案的枪手，你们觉得谁有可能是枪手？我不知道，这种好18个难哦选项哎。第一排的第6个，第4或第2，第4或第2。第2排第4个，底下的中间那个男生，对，帽子男，对，第一排的右边数过去第3个，也还呆摸哎。这里面你们该讲几个人？18个人，一个是枪手，其他17个就是受害者。来，这是线索。公布解答。来，这个加分题只有一个作用。假设我们回到刚才我们教大家的，要验证，你能不能买枪，不是有一些程序吗？透过这个受害者跟加害者的照片，难道今天我是一个卖枪的，或者我是一个执法人员，我能够从外表我就决定一个人不准买枪，或者一个人你不应该做什么事情？没办法。没有办法。最尾这条事件就让你填出挑战的观众朋友，希望大家共同透过了8点钟，所以认识美国当然就当然成为重问题，并未记得唔想去面对问题嚟讲，就连美国人所有的执政者都见到很想唔出去家两全其美的方式，所以解决呢个问题。人当然希望对最近的未来，有因嘅美国的重问问题就得到解决。以上是2礼拜节目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你下个礼拜6，我们的7条牌，记得准时收听。社会事件。